南非政府进行要求台湾代表处就要迁出南非的首都。咱的外交部表示，讲接到南非的通知了后呢，这外交部就调集南非驻台代表，表达不满和抗议。台日关系协会也表示，包含美国、日本，拢出手协助解决南非的问题。也那南非执政联盟内面有政党开始发表友台声明，要求南非政府呢，就要对抗外来施压，唔通单方面改变和台湾的双边协议。南非要求咱驻南非代表处迁出首都普利托利亚。外交部表示，10月7日接到南非文件通知了后，外交部长林佳龙导致派阿菲斯市长调见南非驻台代表，表达不满甲抗议。台日关系协会表示，G7成员国美国甲日本拢有出手协助。美国、日本还有一些理念相近的国家，在交涉的过程中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。那具体怎么样的帮助，我这边不适合来做说明。我方10月7号接获南非限期迁管文件后，外交部长林佳龙即指派亚太师长召见南非驻台代表，表达政府抗议、不满及不接受的立场。南非执政联盟成员中的民主联盟、新自由阵线也甲印卡塔自由党拢发表友台声明，呼吁南非政府抵抗外来压力。典型无革命政策，无应该单方面改变甲台湾的双边协议。南非外交人士嘛烦恼，台湾可能会采取真侪项反制措施，包括禁止晶片出口去南非等。The IFP is concerned by the impact such action will have on the bilateral framework South Africa has enjoyed with Taiwan for the past 26 years. 那南非自蒙古国代表处7月本来要举办国庆酒会，不过好亲像中国施加压力，以当地有鸟气温疫情的理由，封锁饭店出入口，压迫活动取消。学者分析，台湾会当以经贸实力继续强化甲非邦交国的来往，反制中方的打压。非邦交国的这个外交空间来讲，其实是非常的大。我们应该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经贸的这个实力，去跟各国去做谈判。台湾持续争取国际空间，咱自孟买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10日正式挂牌，是台湾伫印度第3个据点，数量甲中国相同。今年的10月16号的晚上呢，我们的驻孟买办事处呢正式举行揭牌仪式，顺便也举行了国庆酒会。学者认为，印度甲中国因为边界争议关系紧张，台印交流嘛等于是向国际展示，甲台湾也是甲中国来往，毋是任何游戏，希望增加国际社会甲台湾合作的空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